个7月26就要罢免投票，罢免团体发起着活动，号召志工为云林北港的调电宫来出发，行路扫街催票。若北是合体，伫个各地头发起着大型造势活动，请支持者一定要出来投票，投无同意罢免。 罢免团体发起活动，20位志工过行扫街，为云林北港调天宫出发，将罢免行到立法院。行伫咧队伍头前的就是民进党立委柯基雄先比游，特别罗南云林战车，柯基雄开喙就是正结下礼。前2天啊，这个风台对咱云嘉南地区的农业造成真大的损害，要要求农业部要扩大增加栽笋的补助。 人嘛是伊，鬼嘛是伊，要讨补助的嘛是伊，3都医生的嘛是伊。大罢免进入到第3阶段，罢免团体伫咧各地发动陆战，总统赖清德嘛下军令，全力支持，要拼气势，推出同意票。所以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，我们从南走到北，希望让民众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。另外一边，南北阵营合体拍团结牌，12号暗时啊，伫咧台中帝国糖厂头前和罢免团体教场，由前中共董事长赵少康领军，除了台中大家长罗秀燕，佮找立法院长韩国瑜举办团结大造势，甚至伫咧7月26投票前一天抢到凯队路权，要全力催票。我们还是会积极的去行走地方，以我们知道的大街小巷。 联合着有声量的知名人士，来去继续宣讲所谓的不同意罢免。南亚反这大罢免，除了伫咧各地扫街拍陆战，同时嘛弥漫强化空战，推出反恶霸宣传影片。那入被3方阵营进入选战模式，希望支持者拢出来跟到收听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